谢谢彤彤姐姐。你是 Sunny， 这一块是默默的。谢谢彤彤姐姐。彤彤姐姐，你给小蜜的给卵糕好大块哦，我的比较小哎，不公平啦！哎，哪有啊？明明就你的比较大块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计较谁的比较胎，谁的比较 C 呢？胎就是大 ，C 就是小。你们这样子计较很无聊哎，而且我已经尽量切的平胎了啊，你们这样吵，害我好难过哦。彤彤姐姐，对不起，但什么是平胎啊？平胎就是一样大啊。怎么看都是小蜜的比较胎耶。默默跟小蜜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好朋友。那好朋友就不应该计较这么多啊，应该要一起分享。对不起啦，小蜜，我不应该跟你计较。我的水蜜桃分你一起吃，那我也分你一起吃给卵糕。胎大，胎大 ，C 小 ，C 小。默默，今天早上和下午的点心都是给卵糕哎，我们早上先吃 C 给卵糕，下午再来吃胎的给卵糕，好不好？彤彤姐姐，早上可以先吃胎耶给卵糕吗？可是默默，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感觉起来比较过瘾嘛。平胎一样大，平胎一样大。默默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两个三明治一样大吗？他们平胎。那你跟我呢？也平胎。喂，原来在吃饼干，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话嘛。胎 C 平胎，3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